启禀王爷，前面再过10里就要到幽州府。吩咐下去，属下歇困一下。遵命。启禀王爷，下摆你到幽州府，恐将是拍行一领啊！列发勇办公，王爷，你老幽州府合作对抗土犯，出钱出力，也牺牲了不少嘅人，给朝廷本来嘅兵粮老粮草，本来就冇少。只不过，给这崔世法是从偷抢粮草，拍运也偷欠了半年多啊！唉，我看这件事情根本是崔世法想要自家私吞啊！曹总，你想多了。朝廷参差，安禄山叛变。无法全心照顾到恩利南疆，你呀也是有可能的啊。按用讲也没错，只不过大家没拿到拍运，军师强强没有意见，按用对合作不利呀。曹总，你爱弟恩利南州府老有主府，算来是南疆重要所在。嘅土犯为了南疆丰富嘅土地，老上500斤饭，南兴爱老崔将军两家连署，连南疆早就落在土犯手中。我相信崔世法也地理啊该脱离，应该冇可能私吞你嘅拍人。哎呀！
不过王爷，再讲，司法也已经向朝廷争取到拍运粮草了，总纲下了书信，请你国府来拿，然后你肯相信？是嘛？王爷，好嘞，好嘞，莫讲了，有事哪里，你就出发。遵命。你哋去马干呢？上来做马干？你还放了崔将军的命令，我将你的官清杀切。崔将军，哪个崔将军？非法，当然崔司法将军。是。王爷，快走！老苗请公报数，哼，报数清晰。快走！王爷，请问你的会马上为何出杀一路王爷？道官喊师，是师傅，小心！王爷，王爷，你受伤了。王爷，闪开！你很狠心，竟然暗杀我呀！王爷，我也不可能暗杀了你，我根本无事是记得啊！王爷，你看。给苏当红有巧思，给分明就会突翻兵了。巧思，哎，王爷，真错啊！无险，王爷，你中都表了，都表。王爷，你还突翻个李建家啊！快，我等你非常意思了，快点！于是，土表只有土翻上有改变，那中途太长，已经无救。王爷，
只怪我凶马来将你了。王爷，王爷，土方埋伏，风不胜风，只是错中偷转移，恐惊妙情机会之事。王爷，土表，那一路妙情大事，千万不可做成两家的推论。那么，俺就不保了。王爷，王爷。上用啊，不啊，来帮俺山那河，用长啊来用啊。哦，变色。诸君之间，爱何物？幽灵之间啊，必相处。国之疆土，不娘谱。强军覆灭，强永固。夫君，家趁风浪，爱注意地位。我替你准备一笔生茶，感谢失败。妇女辛苦了。
俩嘿，呀，系为父所写，按鞭策，按鞭策，莫唔错。劝来，昂禄山初发，多兵西去，朝廷派兵平伐，给边疆各国，却趁势发兵，攻打我边关，造成边关百姓难以安宁。朝廷内为了亚事，分为两派，一派主张派兵攻打，一派主张ฝ่有政策。万岁为此也难以裁决。姑嫂，你想金表状，改欠万岁。不错，我心想，虽然昂禄山初发，与朝廷并立，必能前来将他剿灭。此事应该休养安神，不可对外快来用兵，应该依法治法。听人的听人，就会安利给朋友。故说，我下了岸边策，希望万岁能采纳我的经验，哎呀，边关百姓怎能安天啊？错劝之间，爱父母；有邻之间，必相处。国之疆土，不让步；乡远父民，共永固。2018见门一分，相信万岁看了后，必定能接受夫君嘅奏状。那系文武百官，就能抢夫人供养，了解我嘅心意就好啊。夫君，你此话系何意？夫人，你敢地此表彰前日就已呈上万岁了。万岁观看后，问了文武百官，问了家嘅意见，诸佛派只是极力推荐，各称好。不过主战派却讲爱系双欠六国，自负藩邦，有同犯叛国之意。万岁堂后将此事押后在议呀。这夫君，虽然朝廷分两派，不过此事凡系需要万岁来决裁。以夫君看，万岁为两办做。这天意难测，我也看不出来，我也只能亲爱自家的本分，向万岁进言，希望万岁能接受。夫君，岂有一言，不得改讲不改讲。你是公婆，有嘛该话是说无妨。夫君，此古人言，叛君亦叛夫。夫君此言，
倘若万岁能接受便罢，那是万岁莫接受，夫君切莫以昧白丧良之身，纵见一息。这夫人也成了休息吧。妈，圣旨到。圣旨到。李普侍郎冯克文接旨。万岁！奉天圣谕，奉帝诏言，李普侍郎冯克文上奏安边城，言辞偏激，有通犯之意，良言震怒，今将冯克文发配有诸为奴。今生今世不得反朝天出。夫君，公公，我并无同犯之意，我是阎王的。圣旨记下来人呐！我见万岁，我见万岁！将冯克文即刻发配有主。